自2024年5月13日，每日成安宫读经，为受欺压者祈祷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69篇第19、36节。大笔的诗交予圣乐长调用笔合花。上帝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水已经淹到我的颔颈。我陷落去深的土迷，脚踏袂着实地，我着到深的水内，大水淹没我。我因为后叫亚仙，我的咽喉打气；我因为听候上帝，目睭花。无理由怨恨我的人，比我的头毛较侪。无缘无故对着我要毁灭我的人，非常强猛。我无头铁，竟然着刑。上帝啊，你知我偌尼愚妄，我无对你隐瞒我的罪过。至悬上主万军的统帅啊，求你毋通互仰慕你的人因为我至高见笑。以色列的上帝啊，求你毋通互追求你的人因为我受凌辱。因为我为着你的缘故受累骂，我满面见笑。我的兄弟看我做生分人，我的同胞看我做外国人。因为我为着你的殿心火热，规个拢互吞落去。累骂你的人的累骂，拢落伫我身上。我痛心流目屎，禁食。反倒受众人凌辱，我用麻布做衫穿，人反倒用我做俏谈。坐伫城门口的人用我做话题，醉汉用我做歌曲。毋过我受接纳的时，上主啊，我对你祈祷。上帝啊，求你照你丰盛的慈爱，照你真实可靠的拯救来应我。求你救我脱出土迷，互我无沉落去；求你救我脱离怨恨我的人，互我脱出深的水。求你毋通用阮大水淹没我，毋通用阮深渊吞食我，毋通用阮陷坑砍灭我。上主啊，因为你有至大的慈爱，求你应我；求你照你丰盛的慈悲，活过来看我。毋通黄面毋看你的路卜，因为我伫患难的中间，求你赶紧来应我。求你挖紧我来救赎我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对敌。我受到的累骂、见笑、凌辱，你拢知；敌对我的人，你拢捌。累骂互我的心碎，互我充满忧闷。我仰望人同情，毋过一个都无；仰望人安慰，嘛找无。因摕苦胆互我做食物，我喙焦因用醋互我啉。原因的宴色变做因家己的落梦，原因的欢迎安定变做陷阱。原因的目睭花袂看见，愿你互因的腰踹袂停。愿你的痛恨拼伫因的身上，互你热热的受气热着因。愿因徛起的所在拍远，愿因的布边无人住。因为因困逼遐个互你拍的人，因加添你拍伤的人的痛苦。愿你甲因罪上加罪，毋通互因无受定罪。愿你甲因的名对活命册撤销，毋通列伫义人的名单。总是我困苦忧伤，上帝啊，因为你会救阮，求你甲我安置伫悬的所在。我要用诗歌称赞上帝的名，嘛要用感谢尊伊做大。安尼做为互上主欢喜，比献牛献有角有蹄
的牛讲搁较好。困苦的人看见会欢喜，追求上帝人的心会活起来。因为上主听善车人的祈求，无看轻为着伊受关家的人。愿天甲地称赞伊，海甲迄内面一切的动物嘛称赞伊。因为上帝要救锡安，重建犹大的城，因会得到应允的地做产业，伫遐徛起。伊的奴仆的后代会承接迄个地，听伊的人会伫遐住落去。为受欺压者祈祷。读完这首大笔的诗篇，互人会当清晰感受耶稣基督受难的心志，搁进一步思考，什么是天父的疼？为着满足伊的公义和慈爱，竟然不惜牺牲家己的囝儿。19世纪畅销书斯托夫人所写汤姆叔叔的小屋，第一年就卖出30万册，盗版高达180万本，畅销程度仅次伫圣经。这本册差不多改写美国的历史。林肯总统接见娇小的斯托夫人的时，搁称伊是引发南北战争的小妇人人。斯托夫人的爸爸和先生拢是牧师，伊看见长老时乌奴的悲惨生活。囡仔袂当叫老爸爸爸，敢若会当叫 uncle， 因为囡仔是属伫主人的，乌奴的婴仔互当作物品交易。厝内的人互拆线，甚至天人永隔，还有逃走的乌奴互挂耳仔，甚至遭受互肢解分尸的凄惨命运。亲眼目睹这个惨况的斯托夫人，不断从事协助乌奴正道的工作。长老时，跳蚤主人宣称圣经无反对奴隶，跳蚤有正当性甲神圣性。连出名的牧师克顿马瑟也宣称，乌奴甲印第安人拢是上帝赐予人的礼物，就算因受洗，也袂当改变奴隶的身份，所以主人毋免担心造成损失。毋过，斯托夫人用伊的观察和文笔，对宗教、法律、经济各层面点出奴隶制度是偌尔啊背逆上帝公义和慈爱。大笔因为囝儿押沙龙叛变受逼逃亡，押沙龙做伤天害理的代志，但是当伊的死讯传来，大笔一听了悲伤激动，就上城楼的房间去哀哭。伊一路行一路哭讲：“我的囝押沙龙啊，我的囝，我的囝，押沙龙啊，我苦袂得替你死。押沙龙啊，我的囝，我的囝。”亲手杀死押沙龙的约押，颠倒行入王的厝内见王讲：“你今仔日互你所谓人神无体面，因今仔日救你的性命，救你的囝甲查某囝，搁救你的后妃甲嫔妃的性命。我今仔日看出，若押沙龙活地，阮拢死，你颠倒欢喜。当你着起来出去安慰你的部下，我记上主咒诅。你若无出去，今暝无一个人会甲你做伙陪伴你。这灾祸比你对少年到现在拄到的搁较严重。约押对大笔谏言，互大笔放下复杂的情绪，
伊必须放下对爱主的伤痛，才当彰显公义，也才有真正的和平。林肯担任总统的时，决心革取奴隶制度，却和斯托夫人同款饱受诋毁。就算有人用苦胆互因做食物，用醋做水互因啉，因还深信搁祈祷，因为上主听善车人的祈求，无看轻为着伊受关家的人。袂想，今仔日受欺压者的不公不义是甚物呢？我安怎祈祷？今仔日受欺压的不公不义是甚物呢？我安怎祈祷？咱来做伙祈祷，赐予人信望爱的上帝，求你开启我的目睭，看清受欺压者背后的恶者是啥。愿你掌管一切，帮助我伫对抗无公义的事得胜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